屋企裝修起碼要10幾20萬，如果有8萬蚊嘅津貼，咁就可以輕鬆執靚間屋啦。市區重建局為合資格嘅長者、領取綜援人士同埋領取傷殘津貼人士提高最高8萬蚊嘅家居維修津貼。無論申請者係單身定係已婚，只要係自住物業，包括公屋、居屋、單棟樓、屋苑都可以申請。呢筆津貼可以用嚟做唔同嘅工程，包括自住單位嘅裝修工程，可以有筆錢翻新廚房、廁所，又可以執靚啲個廳同埋房，多啲實用空間。我哋會幫客人填表申請呢筆維修津貼，基本上符合資格嘅都一定申請到。呢筆裝修津貼必須喺工程開始前完成申請，所以我哋會根據客人嘅要求提供裝修建議。出咗工程局報價單之後，就會幫客人填表申請呢個有需要人士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。其實除咗填表拎去市建局辦事處之外，我哋亦都可以經市建局嘅網站填寫網上表格，協助客人喺工程開始前收到申請結果，有多一筆裝修津貼，荷包自然更輕鬆啦。各位老友記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啦！究竟你符唔符合申請資格呢？可以睇下呢個表。如果大家申請咗呢個家居維修津貼之後，想再輕鬆啲支付整筆裝修費，其實我哋同 K Cash 有分期付款計劃可以幫到你，記得聯絡我哋啊！